大家好，我是嘉道新港的小妹的，我有3隻生日的，以下來介紹一下我的老公，我的奶的，我的妹的。大家好，你係我的老公，喊做汪洋。大家好，你係我的太妹的，喊做汪玉芝。大家好，你係我的天兒長妹的，喊做汪玉珍。大家好，你係我的奶的，細奶的，喊做汪陳凱。大家好。禮拜本賴老師選到優秀的客家家庭真歡喜，因為兩隻妹啊，讀書界下攏有去推動比賽，兩隻都有得獎。我迄感覺啦，因為客家話吼，要一直咧傳下去啦，吼無傳下去吼，客話都談唔到咧。我哋下吼出去老輩啊。談到cái老人家講客話吼，我都會心裡都會真歡喜，真歡喜。